喺香港，一場萬眾矚目嘅盛會正式拉開大幕。英皇娛樂25週年群星演唱會究竟會呈現出點樣震撼嘅場面呢？係會有巨星帶來突破性嘅表演，定係會有令人意想不到嘅感人瞬間？又或者啲潛藏嘅爭議會喺舞台上以咩方式爆發出來？5月3號，香港啟德主場館，一切謎底即將揭曉。呢場演唱會喺香港啟德主場館盛大舉行，現場座無虛席，4萬人嘅龐大陣容令場館內氣氛熱烈到唔得。根據港媒嘅報道，呢次演唱會籌備咗好耐，好多英皇旗下嘅藝人都紛紛參與，只為俾觀眾帶來一場視聽盛宴。目前第一場演出已經圓滿結束，呢場演唱會亮點多多，同時亦存在啲爭議點。前幾日，蔡卓妍官宣咗同健身教練林俊賢結婚嘅喜訊，呢個消息瞬間成為娛樂圈焦點。官宣之後，佢一直未接受港媒採訪，而係全身心投入到演唱會嘅彩排工作入面。喺演唱會現場，蔡卓妍發揮出色，展現出專業歌手嘅實力。當演出進行到一定環節，現場出現咗令人動容嘅一幕。原本分散喺各個角落嘅觀眾，好似被一種無形嘅力量牽引住，突然齊聲高呼祝福蔡卓妍新婚快樂。個聲音整齊又響亮，好似要衝破場館嘅屋頂，將祝福傳遞到每一個角落。蔡卓妍聽到之後，先係愣咗一下，隨後臉上露出既感動又害羞嘅神情，眼眶微微泛紅。從曝光嘅現場畫面中可以睇到，關智斌喺俾英皇娛樂送上25週年慶典祝福嘅時候，順勢提起咗蔡卓妍。佢講到，仲有一個人值得大家恭喜，大家話係唔係？可唔可以全場4萬人一齊祝我哋嘅好朋友蔡卓妍新婚快樂？呢個提議瞬間點燃咗現場嘅氣氛，全場觀眾大聲呼喊蔡卓妍新婚快樂。隨後，蔡卓妍發表感言。佢表示得知公司要舉辦25週年演唱會，自己特別興奮同期待，因為可以做啲同平時唔一樣嘅表演。佢提到平時演出只可以唱自己嘅經典歌曲，但呢次可以挑選翻唱公司其他歌手嘅作品。佢又話呢啲歌平時只喺 KTV 裏面唱，呢次可以搬上舞台同觀眾分享，同全場4萬人一齊好似唱 K 咁合唱。感覺特別正，同蔡卓妍嘅感動興奮唔同。陳偉霆喺演唱會上則頗為感慨，佢首先感謝咗公司同容祖兒。喺呢次演唱會上，陳偉霆同4位師妹同台，帶來勁歌熱舞嘅精彩表演。佢演唱咗《女王》、《Do You Wanna Dance》等歌曲，現場觀眾隨着節奏歡呼舞動。喺演出過程中，陳偉霆回憶起過往，佢話自己17歲簽約咗英皇，當年參加新秀比賽嘅時候，全程跑調，唱功非常糟糕。感慨一眨眼23年過去咗，自己一路走來唔容易，感謝賞識自己嘅伯樂。隨後，佢特別感謝咗容祖兒。佢透露，當年入公司之後，第一場舞台演出就係喺容祖兒嘅演唱會上。佢之前一直以為係公司俾自己嘅機會，結果上個月先知道，當年佢喺公司一直冇咩登台機會，所以容祖兒開演唱會嘅時候，特意俾佢上台伴舞。佢講到此處，現場觀眾安靜落嚟，都專注咁聽住佢嘅講述。佢好感謝容祖兒當年嘅幫助同支持，並對在場嘅觀眾話：遇到機會千萬不要放棄。你哋一定可以嘅，加油！作為英皇娛樂嘅元老級人物，容祖兒壓軸出場。佢一登場，現場氣氛達到高潮。佢回應咗陳偉霆嘅感謝，話幫扶新人一直係公司嘅傳統，好多人都經歷過新人階段，我亦一樣，同樣有貴人同伯樂為我引路。隨即，佢感謝咗已故歌手羅文。佢表示係羅文俾咗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登上大型舞台嘅機會。
而佢當時暗暗發誓，如果有朝一日成名，自己一定會做同樣提攜後輩嘅事。容祖兒直言希望公司嘅新人都能夠發光發亮。而喺演唱壓軸曲目《我的驕傲》之前，現場出現咗令人淚目嘅一幕。容祖兒站喺舞台中央，燈光聚焦喺佢身上，佢深吸一口氣，動情咁話：一路走來，感謝公司陪我走過人生每一個重要時刻同艱難挑戰，始終堅定咁支持我。我永遠不會忘記27年前有兩位前輩始終看好我，力排眾議將我簽下，佢哋就係我十分敬重嘅楊受成博士以及霍汶希媽咪。講完呢番話，容祖兒忍不住當場落淚，眼淚順着臉頰滑落。現場觀眾紛紛報以熱烈掌聲，嗰掌聲經久不息，表達對佢嘅敬意同支持。喺蔡卓妍、陳偉霆、容祖兒之外，謝霆鋒嘅出現成為演唱會嘅一大驚喜。謝霆鋒作為英皇娛樂嘅知名藝人，喺娛樂圈擁有好多粉絲。呢次佢現身英皇25周年群星演唱會現場，引發咗現場觀眾嘅陣陣歡呼，歡呼聲好似潮水咁衝嚟，一波接住一波，場館內好似被呢份熱情點燃咗。謝霆鋒走上舞台，向觀眾揮手致意，臉上帶住標誌性嘅微笑。佢先係對公司25周年表示祝賀，話英皇娛樂陪伴我走過咗好多歲月，從我出道到而家，見證咗我嘅成長同變化。25周年係一個值得慶祝嘅重要時刻。接着，佢回憶起自己喺英皇嘅經歷，提到剛簽約英皇嘅時候，自己仲係個清潔嘅少年，對未來充滿憧憬同迷茫。係公司給予自己機會同平台，令自己能夠不斷嘗試唔同嘅領域，從音樂到影視都有所涉獵。佢話喺英皇，我得到好多前輩嘅指導同幫助，亦結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。呢啲經歷對我來說都非常寶貴。喺演唱環節，謝霆鋒帶來咗自己嘅經典歌曲。佢拿起吉他，坐喺舞台中央，開始彈奏起嚟。熟悉嘅旋律響起，現場觀眾紛紛跟着哼唱，氣氛十分熱烈。謝霆鋒嘅歌聲沉穩而有力，每一個音符都好似帶住佢對音樂嘅熱愛同對生活嘅感悟。演唱過程中，佢還不時同觀眾互動，邀請大家一齊合唱。當合唱聲響起，現場變成咗一片歡樂嘅海洋，個聲音震耳欲聾，好似要將整個場館掀翻。演唱結束之後，謝霆鋒再次感謝公司同觀眾，佢話感謝英皇娛樂一直以來嘅支持，亦感謝現場嘅觀眾朋友們，係你哋嘅熱情令我有咗繼續前進嘅動力。除咗謝霆鋒、古巨基、李克勤、張敬軒、陳慧嫻、李幸倪、曾比特、泳兒、洪卓立、陳家樂、許靖韻等歌手亦都進行咗精彩演出。其中古巨基仲係帶病演出，仔細聽古巨基嘅演唱，可以明顯聽出佢嘅聲音有啲沙啞。喺演唱完串燒金曲之後，古巨基坦言呢幾日佢嘅聲帶發炎咗，前2日仲做咗聲帶檢查，目前聲帶依舊處於紅腫狀態。但佢唔想錯過公司嘅25周年演唱會，因此開唱之前佢只可以靠類固醇藥物來開嗓。聲音勉強恢復咗一點點，不過現場觀眾並冇責怪佢，反而紛紛叮囑佢多多注意身體健康。有嘅觀眾大聲喊道：古巨基，你要照顧好自己。個聲音充滿咗關切，令古巨基十分感動。然而呢場演唱會最大嘅爭議莫過於張敬軒正常演出。眾所周知，張敬軒因為過往嘅一些唔當言行受到網友抵制，前段時間佢又鬧出咗一場風波，網友持續抵制佢。聽講佢要喺內地舉辦演唱會，好多網友更加進行咗舉報。而一開始英皇群星演唱會並冇張敬軒，佢最後成功成為演唱會一員，
令英皇娛樂同霍汶希亦都陷入咗爭議之中。喺現場，張敬軒感慨已經加入英皇娛樂13年，感謝呢個大家庭俾咗自己好多資源，令自己舉辦咗多場具有里程碑意義、極具紀念價值嘅演唱會。隨後，張敬軒表示呢係自己第一次喺香港4萬人嘅場館開唱，希望今晚可以同現場4萬觀眾一齊大合唱。但佢嘅發言並冇得到所有觀眾嘅認可，部分觀眾喺台下發出噓聲，表達對佢嘅唔滿。嗰噓聲喺熱烈嘅現場氣氛中顯得格外刺耳，亦令現場嘅氣氛變得有啲微妙。而家英皇25週年群星演唱會第一場已經落下帷幕，呢場演唱會既有好多藝人帶來嘅精彩表演，令觀眾大飽眼福同耳福，亦有好似張敬軒咁嘅爭議點引發網友熱議。對於英皇娛樂嚟講，25週年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舉辦呢樣一場群星演唱會，既係對過去25年嘅總結同回顧，亦係對未來發展嘅展望。希望英皇娛樂喺未來能夠繼續推出更多優秀嘅藝人同作品，為觀眾帶來更多精彩嘅演出。同時，亦希望藝人們能夠珍惜自己嘅形象同聲譽，以積極正面嘅態度面對公眾，為娛樂圈樹立良好嘅榜樣。